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吴思琪。也下来到为雷蒙言哦。讲到雷蒙，大家可能會想到佢神妖嘅面試。按多年來，用神嘅觀念見來見事行，當然都會是雷蒙節。同埋順風看到一個雷蒙哦，打到結結。看起來呢，長長還偏到雷蒙嘅香，大家都講佢係綠金哦。不過一個綠金哦，也按多年來一場有數到地位問題，對去年其實假使都見來見唔好，本來留到寒天，假使就會去，今年還係當慘。上來雷蒙假使用會按便宜咯，今年有請嘅相關嘅農政團隊，愛同農民共下來討論，聽聽就來去到討論嘅現場。開會了！非常請聽聽鏡頭來到我哋節目討論現場，今日來到為高樹鄉哦。講到高樹鄉，前會想到乜嘢？就係做嘅，也高樹嘅做嘅一定有名。不過怕有一項作物也喺高樹中青島，嘅就係雷蒙。同埋上方看到有按到嘅雷蒙嘅產品，做青都係一個高樹鄉一片出產嘅喲。高樹鄉也喺雷蒙中嘅按到，認真佢係啲水源保護區。我們想到水源保護區，都會覺得說，亞片的農產品提供了一定佔到。這個農產品優質的時候，是不是價格就會相對的好？價格相對好的時候，那產量多的時候會影響到價格嗎？今日節目當中就會共下來討論。今天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TVB 來賓要同大家紹介係農糧署南區分署的分署長莊老大莊分署長。大家好，大家好。第二位來賓是我們高雄農業改良場的廠長黃哲昌黃廠長。各位鄉親、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三位來賓呢係我們屏東農業處的副處長鄭永玉鄭副處長。我哋高雄鄉、福建鄉的鄉親，然後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早，謝謝。謝謝副處長。還有呢，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還有我們屏東高樹鄉農會的總幹事，還有除了高樹鄉農會的總幹事，我們今天特別從竹田請來的竹田鄉的鄉長傅明雄副鄉長，還有現場台下各位熱情的農民朋友們，感謝大家今日共下來參加我哋節目的討論。講到今日的節目，要講的就係雷蒙的家私，相信大家一定很有感覺，今年的冬天檸檬的價格真的很不好。為什麼會這麼不好？我們現在就透過漢語團的樣片，帶大家先嚟了解一下。老以上的雷蒙送到貨櫃後，準備安排受到新大土地。3月初3日，有9600公斤的雷蒙，我對屏東經驗農產品生產合作社嚟出貨，我用海sau來叫價是按便宜的雷蒙。第一步優先穩定價格，我們有聯絡幾個大概5家左右的這個集貨廠，那希望他們在一定價格以上來收購收購農民的這個檸檬，進一步來鼓勵外銷，獎勵外銷哈。老農民種了一籃又一籃的雷蒙，洗過後看起來金色色嘅，真見就像係大家講嘅綠金。不過一道綠金對到從一草三家下，大家看就唔想看，真見唔對用解釋。我剛開始種那一年收成的時候，冬天的價格都30-40，有時甚至飆到50-60啊！今年只有幾塊錢，現在才回升一點點，對不對？所以說今年會很慘我感想會越來越慘啦。摘下嚟，夾買啊，了錢啊，無嘛還有人師傅呢，差唔多3萬元都冇錢的啦，3萬元、5萬元，今年看買到5萬元幹嘛啦？講到今年寒天，假使按便宜，農民苦到講唔得。現陣屏東現時係台灣其他嘅雷蒙產區，韓國等等都係種地高樹、友誼、鹽埔、韓國理工也搭配。這官方嘅資料統計，總嘅大概有1600人公頃，產量係28萬公噸。卡在全國的75%，產量太多，唔是個未會落大家。
其实，在3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抓类蛋啊。然后，其实县政府、包括改良场、包括农粮署、农委会这边，都一直在跟县政府还有跟合作社这边都一直在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希望农民呢不要再种柠檬。民國99年的88風采，老屏東的檸檬園大槍槍，當時產量少就起價，下後所有飲料店賣嘅檸檬飲料多數反映需求量又增加，遇到農民上催中，產量一下子增加，咪就落太價。各組合作社唔但請愛訴求農民的檸檬，還會想辦法來解決一條大量嘅檸檬。喺太酒家下，老太到位，韓國平常時看見到唔同嘅檸檬，老幾大組織，天天冷凍，冇就拿來做檸檬飲料。唔但將保存嘅較久多，按你愛食韓國賣也較方便，也係合作社現時嘅檸檬按到位其中一個方式。最主要我哋要幫助我哋農民，來穩定呀市場嘅價格。我哋農民種嘅檸檬唔好去，不要給它浪費，不要說谷賤傷農，我們就是把檸檬這一顆的檸檬，給它發揮到最大的極限。台灣農民上菜愛種檸檬，種嘅3年過後就有好數位檸檬，係講曉得管理數位到10個年。嗰種安尼問題，天就會繼續下去，生產同賣會跳重強，記錄經濟額那要飛來咯。大家看的样片过后，雄心雄情都有看到。我们去到合作社实际去看这个柠檬收购的情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出我们觉得说这个柠檬今年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迷的关系哦。相信因为大家知道说前几年我们在饮料市场上其实对柠檬的需求有很大，所以说这个固定的量到今年冬天的时候，泰嘎迪按很饮咩，北部还下雪，下雪的时候怎么有办法喝冷饮？那当然柠檬的需求量变少之后，价格肯定会受到影响。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这几年来，懂得温农民都吃到共种雷梦是绿金，绿金就一定有价值，会赚钱，所以种的面积一下子增加很多。到底增加多少？我们等一下带大家来看。还有，其实除了国内的订单以外，外销的订单有没有变少？还有，我们其实在地的这个厂商集散所在收购的时候，对于价格方面有没有保持一个公正公道的价格，在为农民来收购，其实这些种种加起来，都是会影响我们柠檬价格低迷的关系哦。那我们一开始就要来请教我们的农粮署的分署长。其实我们想到说，冬天的时候应该是柠檬产量少的时候，往年很多农民都会寄望在冬天的时候把我们的柠檬拿出去卖，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格。所以今年真的是因为冬天怎么会是这么反常？柠檬其实跟我们人类配合的非常好了哈。夏天大家需要吃柠檬的时候，喝柠檬汁、吃柠檬冰的时候，它就产量比较多。那这个比较少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哈。那可是，在今年1、2月，大家发现，喂，产量少，应该价格是高才对，怎么今年刚好相反哈？那这个有几个哈？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这个产量实在是增加的很快哈。大家看这个表，我们在100年的时候，国内是柠檬的面积是1600多公顷，到了104年，哈，104年的是古年的时阵哈，已经2400多公顷，就是增加了多少？增加50% 啦哈，加一半出来哈，所以这个产量多，产量多，价格就会低。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年这个在1、2、3月这个寒流一波一波的来哈，消费量就减少哈，所以2个因素，产量增加跟这个气温低，造成消费量的低哈，应该是这个柠檬价格会比往年低的一个原因。其实刚刚我们整理了4年来我们这柠檬价格的波动，这个是产地的收购价。用台斤来看的话，其实在101年的时候，每台斤还有26块。到了102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来到了高点，有超过37块。但是大家仔细看，过了102年之后，其实就是每况愈下了。到了去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台斤的收购价只剩18块，而且这个是年平均一整年下来的平均价格。据我去了解，我们去年冬天11、2月的时候，跟今年1、2月的时候，我们的产地收购价其实一斤已经降到14块以下了。为什么用14块来讲？14块其实就是农民的耕种的成本，我们种柠檬的成本。那还有我们柠檬卖出去的时候，其实还有分 A 级品跟 B 级品，比较漂亮的价格会比较高，比较低的价格其实会更不好看这个数字。那除了刚刚分署长我们讲到的是，可能是我们冬天气候的关系、市场的需求以外，这是国内的部分。那我要来请教我们的副处长了。那国内的需求量减少，那我们外销的订单上，对我们柠檬的价格会有影响吗？我哋一參嘅去年前年嘅係，還有失敗檸檬過去大陸。大陸嘅個市場，以前係做唔得啲咩嘅，去年開始有正式開放，本大陸人申請入去大陸，進口，我哋鴉片嘅市場，失敗有加貴過去了哈，一般就是說跟着其他的水果。以下做下過去大陸嘅市場，佢主要咩係消費我哋黃色嘅檸檬，我哋前年嚟講過去大陸，我哋嘅賣場地度可能大部分係黃色嘅檸檬，我哋相信我哋係有我哋好嘅品質，我哋做得針對我們我哋。柚香檸檬，我哋檸檬大部分用柚子頭下去接的哈，它的那個香氣比較特殊，哈。對於大陸嘅市場係有新嘅接觸，哈，我係相信會個好。啊，最主要嘅重點係我哋品質好冇，我哋藥產安全冇，也係兩個重點啦哈。我們針對外銷的部分，我哋會盡量下去鼓勵。那我們希望有契作的方式來控制這個品質，用大家嘅收入做得多元化，以上，謝謝。好，多謝副處長。不過剛剛從分署長還有我們的副處長講到，我們縱觀整個檸檬價格的原因，那我們實際就要來問看那我們在地的那個合作社的朋友們，他們現在產地價有個問題嗎？假使喺前期嘅用辦，做得同現場嘅鄉親朋友來講，看下冇？檸檬的家私定下年整個很甜的時候，那個價格本來就是會有起起落落。好，因為在冬天的時候，一般的我們的檸檬的收購價的話，大家前幾年的價格太好了，所以說很多的農民他認為是說今年的價格不可能是這麼的低迷啊。大家還在停留到以前那種就是產地就是價格很好的那種階段，可是沒有想到是說現在是已經是面積的增加，造成產量的增加，然後又受到氣候的關係，然後經濟的總體經濟的影響也有關係的情形之下，所以說變成價格它就是今年的冬天的收購價就沒有比去年的好，像我們昨天我們合作社的產地收購價1公斤還在27塊。好，所以說這個價格是比較穩定。然後之前的話，有人是說，是不是我們合作社或者我們集貨廠，我們統一聯合給他那個壓低這盤價？其實我們所有的農民都知道，你們都會去上網去看那個拍賣市場的那個價格。很多市場的因素，這種價格因素是由台北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他們拍賣市場的價格，它來決定所有的市場我們所謂的收購價。所以說，你說要所謂的說要人為去操控這個價格，基本上檸檬一年四季都有的東西，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好，然後所以說在收購價的方面，這一個禮拜1、2週來的價格都是非常穩定，都有在每台斤都有在14塊錢以上。好，所以說對農民方面的話，我們是希望是說，在農民種植的品質方面是希望就是說，你們一定要重視自己的品質。品質勝過一切，然後所有的市場，現在消費者習慣已經改變了，他們需要的是一些好品質的產品。好，謝謝。
不过，我们就要实际来问一下现场的农民，我们已经走过那个柠檬价格最低潮的那个时候吗？亚嘎斯黑勇吧，你们实际的感受有怎么样？有没有农民要发表一下意见的？我希望咧，我哋农政单位、我哋农会，后来看下下一摆那个未来那个低价的时节咧给种个应应措施拿出来，看下我哋。那个柠檬的附加安尼产品推广出来，也迄做时节制，来统一来将安尼柠檬小的哩，消耗掉，也帮我们农民可以有价值出来。所以呢，我讲那个希望俺的农会和俺的农政单位呢，来将俺天数，唔好把那个柠檬呢看好的东西帮俺。农民又在一摆吃亏，好，谢谢。泰国佢讲的就是我们实际农民的感受。我想要唱高，迄没有泰国，你迄种用甲人，那你的感受呢？你种这么多，那你今年不是亏惨了？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柠檬这几年来唔捌像今年遮惨。照价伫冬仔花至少拢爱有20几箍啦。你讲这无？北销我就无爱相信啦，水的一斤6、7箍，肉的10几箍，1箍5角，这伤过离谱啦。因为你的本钱，伊即阵的本钱，农药也贵，肥料贵，工钱贵，成本就爱头落去买10箍啊。所以讲会收到6、7箍。我听讲农粮署的长官讲，因伫网络伫迄个拍卖市场看，讲拢搁几十。迄是上关价，你爱看伊的平均价，倒可能你收5角1箍，你搁甲你旧年你搁上歹，嘛要4、5箍，有啦搁较歹，有啦嘛有2、3箍对啦，嘛无像即阵冬仔花较少，搁树仔俗，你2月应该是2月，咱的农粮署为了启动迄个较早迄个救护机制，就是讲来收购嘛，我知影是。收1公斤13箍，结果咧收几箍？即阵收4箍啦，迄差价伫多，13箍就7箍8啊，因无安尼收啊，我知收4箍啊，甚至嘛有人收2箍的这就对农民的不屑。我认为讲咱的农政单位，你要去注意，看要安怎来甲咱的农民斗相共。没有农民已经种落啊，恁伫当初恁无去甲控制讲人要种的是盲种仔济，真已经拢种落啊！你爱甲辅导，看要来转加工，比如讲有时节制，有柠檬干，柠檬醋，这方面来甲斗相共，或者农民会当来趁钱，甚至嘛会当来伫咱的农会、各乡镇的农会，咱的农会做一个平台，互所有这柠檬来起来这个网络平台来卖，互咱农民会当更较好。因为种较济面积需要大家斗相共来做更较好安尼啦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哥。我们从100年之后，几乎每年都在上升。照统计，这是屏东县的。屏东县到了104年的时候，已经来到了1875公顷了，占了几乎是全台湾的76%。一年我们可以生产28万公吨。那目前台湾已经将近要2500公顷了，还有按那些产量其实进了竞争高。我这就要来继续请教。农粮署的分署长，我们其实在统计资料上面已经看到，柠檬的产量从100年之后每年都增加了。那我们农政单位怎么没有先做好我们的预警措施，来管制这些农民继续来栽种呢？实际上我们在100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产量面积、种植面积在增加。那时候我们很担心会重蹈到90几年的时候，90几年。大家也有卖到那种2块、3块、5块的，都有卖到所以那时候实际上我们有透过很多管道在做宣导，希望农民不要再增加面积，因为我们的消费量就是这样子。你在没有其他大的消费通路的情况下，一定会重蹈到90几年所以我们透过新闻稿，透过很多讲习，那可是台湾因为就非常自由那农民有时候也不大信邪
哈，发生这个价格低，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们提醒的，给大家一个提醒，也给农政单位一个提醒。为什么？因为冬季的产量只占整个产量的1到2成而已，真正不好处理的是在5月到10月，这个才是不好处理的这个季节哈。好，那我们的柠檬最关键的问题，刚刚有乡亲也有讲到哈，就是品质啊。那农民要怎么样才有保障？你要依照契作单位教你的方式去做栽培管理，去做这些用药。你用药安全的，那这些契作单位一定会履行它的合约。好，这个是第一个，从我们的品质做起。第二个就要加强这个去化，我们要加工、收购、做汁，或是像这些很多的这些农产品哈。那另外刚刚副处长也提到，我们加强这个行销，我们把在地的东西想办法一些拉到国外去。那拉到国外去，除了鲜果以外，我们冷冻的汁也可以过去。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跟我们最大的这个市场，像大陆或是其他这些国家哈，那这就是要有一些像货品贸易啦、服务贸易这些要继续谈，那才有办法去把这个关税来降低，这样整个通路才会顺畅。安全无疑之后，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的农产品可以顺利的销售出去。即便我们的产量少，我们产量多的时候，也可以说服消费者来购买。那说到这个，其实刚刚大家有提到说，你的天坛芒豆啊，你发的时间就黑雷梦青豆的时间。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农改场这边一直都有在辅导农民做我们所谓的产期调节。那厂长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今年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还能怎么样？对于这些现场的农民，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协助，做好说我们在秋冬的时候确保品质，那至少我们的产量可以稳定，价格也可以稳定。现在大家很担心哈，就是我们的种植面积已经接近2500公顷，可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哈，就是现在屏东县所种的柠檬。每一个柠檬园里面，大概有50%以上的柠檬园哈，其实有一个病害是已经是50%以上的柠檬园哈，它就有这个黄龙病啦。那这个是植物的癌症，所以我们现在很担心它的产量过高，面积太多。可是我认为，如果大家没有好好的去防治这个黄龙病的话哈。2、3年之后可能会，我想死掉30-40%是跑不掉的哈。这30几年前我到台东去的时候，那时候全部都是种桶柑，20年之内哈，黄龙病就全部把它搞死掉。现在已经台东没有黄龙病了啦。所以在这1、2年来，有很多农民哈。都一直来跟我讲说，他要买那个柠檬的苗买不到，都要排队啊，那结果有时候就乱买，就是没有经过验证的健康种苗买来，结果一种下去不到1年死掉一半啦，所以现在其实是危机啦，可是也是转机，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很诚恳的呼吁种柠檬的朋友如果有这个病出现，这个非常好判断啊。你如果看到你的叶子的叶脉变黄，然后几个枝梢开始变黄，你大概就要准备要把它清除掉了啦。否则的话再过2、3年，我想那个死掉的会非常的多啦。那时候可能也就不用太担心产量过剩了啦。这个是真的，我是站在技术的立场诚恳的呼吁大家，当现在都要来摆市的时阵。你千万不要放弃你的管理啦。那这个管理很简单啊，就是有发现病株清除，然后加强它的传播的媒介，它的昆虫就是木虱。在透新红的时阵，你要加强木虱的防治。这个是我特别要提醒这些种植柠檬的这个农友啦。谢谢。好，我们谢谢厂长按叶奇美同仁分享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因为厂长其实是这个。植物防治病虫害的专家，刚刚厂长跟我们讲到，其实中药的柠檬
注意到，其实要用的药其实还不少。那现在刚刚厂长有讲到，我们如果改个方式，换个观念，用有机或者是安全用药，用无毒的方式来耕种，是不是可以改善亚哈雷蒙地加斯第四种后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透过下一段影片，我们实际带大家去到雷蒙盐都方看。有两个农民其实用的雷种加的雷蒙，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价格的部分？第六份天安排的雷蒙叶，中部三子叶、东蒙汉、东苏路的第个摘雷蒙。张良下班呢，就摘到柜桶的，再个看啊，柜茶的嫩美美雷蒙，也两兄弟千佛机。本单总容易同庄重镇也两兄弟係增加乡中作为，不过作为生长期短，加到隔天而前另外一种作物来种，安尼冇出产作为这段时间也有钱可存。蜜枣1年就1季，然后1季的话是其他3季不晓得怎么办。现在就是因为种这柠檬，就是我们把原先的客户拓展出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柠檬啊、生鲜柠檬，或者是那个我们自己柠檬干，就会再延续这些客户。知道雷蒙家是茫茫的，也两兄弟隔天爱吃种可能。自讲屏东天气係雷蒙前台嘅产地，我哋市场好如何发展冇按改。故做家到隔天我用友善土地嘅方式来种雷蒙。最常见一般的农民啊，除草剂他一定都会喷啊。除草剂你喷的话，对于这个地方真的都不好。我们年轻一代，我们又要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友善大地。对土地友善的耕种方式，也两兄弟嘅雷蒙事业更来更有发展，加到每建造更有想法，和自家研究加工的方式，每提高为雷蒙的附加价值。是因为次级品的话，你在外面销售的话，可能就是人家比较不喜欢啊，所以我们会把它出来做那个柠檬加工，就是说刚好就是那个量啊，不会说那么多，然后一方面可以自己拓展自己另外一个事业一个部分这样子。绿金也是要看你个人的经营方式啊，对，其实别人说柠檬不好，但是也有人把它经营得很好，其实也是要看你怎么去把它去行销跟你一些管理啊。熟度就比较够，那这个的话，它的熟度还不太够，对，但是它的味道这个比较香。如果你雷蒙叶分解、包装、韩国出口，行行都係自家來做，好好利用網絡平台來建立本地的人客，就唔會受到市場價值嘅影響。就算一下雷蒙啱便宜，也兩兄弟嘅條件還係讀書方面。对于刚刚的样片当中，看到有两兄弟，他们其实原本是黑中做的，因为伫果树鸦片作为一等有名。不过枣子它的生产的时间点，它可能只有1季，产完了就没有了。啊，雷蒙又1年挑田都有后摘的呀，但是他们跟一般的农民可能用的方式、栽培的方式有不同。我们来问一下农民，他其实实际有来到现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厂长也有讲到，我们在柠檬的栽种上有很多病虫害的防治，那你们是怎么来做你们的柠檬园的管理？因为我们想说种这种东西，就是尽量不要去喷除草剂，因为你喷除草剂的话，你本身你喷下去的话，它本身更不会吸收，那你吸收会到我们果实里面。所以你可能给消费者，不管消费者或是本身我们自己有在吃的话，你榨出来的汁一定会喝到自己的农药。所以说我们种这种东西，我们秉持就是说，不要说卖给消费者吃啊，本身自己要吃的话，我们不可能是毒害自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讲说，尽量是用友善的方式去那个，因为我们就想要用那个杂草抑制剂去覆盖我们的草的话，一方面我们就可以保持它那个土地一个湿润在那边。我们就不用会常常去喷水，而且你用那个有机肥下去的话，一方面的话，它的肥分它比较不会去流失。你那个像太阳它照射的话，它的肥分它流失会比较快。所以第一方面我们会用这种会来爱护我们土地，一方面说你喷除草剂的话，你本身会造成你土地会酸化。那你酸化的话，你最好的方式，因为蚯蚓是最好我们那个土地一个好朋友。你在一个土地你看到
有很多蚯蚓，代表你的土地是好的。安全用药是我们现在最要重视的。到底每一个消费者是在雷梦这有安全冇？听说会太假清管是咩？人家就先了一下，广告过后继续来讨论。在过程中，村民太飞的讨论现场，伫安尼甲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从价格开始谈起，都要讲到安全用药，真的是大家要非常重视的，因为这样子安尼六金我们的雷梦拿出去才有品质保证。啊，故说讲啊，就会想冷门看啊，其实伫甲节目当中，我们的农业专家，我们的厂长有跟我们讲到，雷梦要用有机的方式来种，其实不会难啊。那究竟这样子来种植有没有机会让大家来参考呢？我们现场有一位农民，谈讲里面是用有机的方式来种雷梦，我们来请教一下柠檬。大家都觉得病虫害很多，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其实，在有机的防治的方面，就是说我们可能之前去上农改场的一些课程之后，有发觉说有一些资材是可以使用。那只是说，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在于，就是说我们的喷洒的次数会比一般的多。可是它其实这个有一个优势，就是说你这个喷了之后，可是你甚至你隔天就可以去采收的话，有时候农民有时候可能在价钱的波动上会比较在意的话，可是你如果说隔天就可以采收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卖到一个好的价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做有机无毒的一个优势在这样子。那我们就要实际来问一下我们地方的农会总干事，我们高速这边其实有很多的老人家。阿爸、阿婆家的都是种柠檬。如果说我们要推广这样有机，甚至是比较无毒的耕作方式，他们有办法做吗？农会有办法去推广下去吗？其实高速这个水质水源保护区，它三面环河，一面靠山，是可以做无毒的天然条件相当好。那当然要推，我们也努力，一定要跟我们农粮署、县政府来配合这个工作。但我一直在想说，我们人老了，体力不好，我们有办法配合吗？其实是观念哈，我们慢慢来教导是一定可以做的。就像刚才那个大哥讲的，他假如说我们的就那个药期大概是7天，那今天的价格第6天要不要采？要采。为什么要采？啊，把你的身体赶紧高，你嘛无验嘛，对不对？你有法度验无？阮农会我都验，一般的高也无法度验，所以我的头班一讲嘛，它有残留，所以你吃下去。累积在细胞，你的细胞到老的时候会病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做无毒、做安全是在这个地方？但刚才我听了很多，觉得我们长官跟我们县政府都蛮努力的，一直在卖水果，在卖，种了很多然后就卖，种了很多就卖，对不对？蛮辛苦的，卖物件上辛苦的，绝对爱我的建议讲，按有关单位，像我农改场、农粮署、县政府，我就建议讲，按是不是对生产机制来管理？第一个就是讲按铁足久的，就是生产你要种的时候农业申报机制。希望讲农委会一个平台，农粮署一个平台，互阮大概屏北地区最适合种柠檬，政府要有魄力。我们提出说，你要来申请，我今年要给你种1000公顷，在这里最适合。我给这个地方的人民的农户来申请 ，OK， 我准了。好，你的价格虽然说今年是意外降了，不到成本，我们的政府农政单位拿出我们的税金，补贴到税金以上、成本以上，好不好？好哦。没有申请的人，没有经过政府核准的人，别的地方可不可以种？当然可以种，自负盈亏，自负风险。好，多谢总公司的建议哦。我们今天呢来到现场的还有竹田乡的乡长。其实竹田哦，今麦从果树用的迄种雷梦青豆的素材，但是它的产量跟面积其实有在慢慢的提升。那现在种植到现在这样子的整个大环境下，听说在竹田这边，我们走的是精致化、较精致的雷梦的产业，同果树我们还冇共用呢。冲压它病虫害防治，我们柠檬这边柠檬产销班怎么做？乡长，今日我哋係要嘅成立一個合作社、合作社，用合作社嘅方式呢，來做一個行銷。
好，我哋而家喺元农合作社呢，伊哋有咩用安尼有机嘅安尼，如果无毒用药、安全用药嘅东西，它呢可以把那个农药公布出来。然后把它的生产履历建立起来，然后现在呢，最近他有在交给那个我们的 Costco 哦，还有那个全联社，还有跟那个爱买哈，他现在呢，主要的就是说给150公克哦，细料做一枣，就是600克1斤，然后就卖给那个全联，给他全联呢卖都唔会差吼，所以这个就是提升价格。我哋而家也给逐天我哋都推展这种有机推展呀安全用药，推展呀东西，我哋嘅民众嘅推量啊，我哋大家也穷啊，我们想要打的是集体战，我们共同咧大家也来感恩我哋呢要嘅办咧感恩我哋嘅合作社將我哋最好嘅东西拿出來，安尼我哋能可以將我哋嘅家私提高起來，所以我哋唔可以講寒天賣多少，寒天存了2萬元3萬元。我们打的都是团体战我们把我们的品质把它拉高之后，我哋用我哋的力量来推销本地其他的机构创造我哋农民非常大的一个利益。好，多谢熊总。刚刚大家也讲了很多安全用药、安全用药还轻松药喂。我们现在就来请教一下，从刚刚厂长讲到的我们的病虫害防治以外。那我们实际在县府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提供农民什么协助？如果说我们农产品直接送到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的集散所，可是我的量不多，我要怎么确保我的安全？如果价格很好，我直接要送去的时候，会不会忽略掉我们的安全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要从哪里去协助农民做好药检？那我相信在各个集货场，我们在数雷梦的时间。他们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机制来做检验，我相信金源不管是或其他的这个收柠檬的地方，其实它都会有这个相关的，甚至有些它会就安全用药，如果合格的部分，它甚至还会加发奖金。我知道九如也有一个社厂，它是这样子在做。那整体来讲，我刚才有提到说整个外销的部分，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开拓多一点的这个销售的管道包含甚至可以跟日本来谈这个鲜果输入的部分。那新加坡、东南亚国家，甚至我们在最近我们也希望到中东地区来推广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柠檬。其实柚香柠，我们台湾的这个尤加利种的这个柠檬，其实它的香气非常足。那整颗柠檬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包含一些这个生技的相关的产品的这个或是保健食品的开发，其实都是非常有潜力的。那只要关键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安全性上面。我们我们上个礼拜到大陆去，其实我们已经带了柠檬的一些业者过去，我们已经跟这个几个大陆地区它的顶端的这个超市系统，他希望说，其实他们前2、3年有进过我们屏东的柠檬，可是还是问题出在这个农产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不管是安全用药，或是无毒的栽培，或是有机栽培的这个方式可以落实的话呢这个控管的机制，其实他们是非常乐意协助我们去推广。那事实上我们也谈到差不多。好。多谢副处长刚刚副处长同人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做到安全用药。我听讲检验100农产品，它有没有安全？听说至少要6000块。如果我们要讲到说安全用药、安全用药，我们要来问一下农粮署的分署长，一个农产品的药检要6000块，农民没有办法负担的话，我们中央单位可以给予农民什么协助呢？农粮署在农药安全的管制有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办理农民的教育训练，这个就是要结合改良场，要让农民知道什么药可以用，什么药不该用，什么病要用什么药，什么虫要用什么药这个把它先确定。那农民听了之后，他回去要照这样子弄那不照这样子做怎么办？好，那我们就辅导这些在收购柠檬的这些农民团体、合作社、农会，
我们在这个收购点就有一个抽验的机制。今天来的有一些合作社也有参加我们的这个机制。那农民要拿来这里缴交柠檬的时候，他就要警惕，他有可能会被抽到，所以农民就要小心，他有可能会被抽到，他就要依照安全的用药。那这个药检的费用，大概如果大家自己拿去一件，可能3、4千或5、6千块。那这个农粮署因为量非常大，我们跟屏东科技大学或美和就合作，我们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那我们补助这些药检的费用，补助1半。好，我们谢谢分署长。那其实现在我知道说，先从有懂得为农民朋友应该都会做柠檬的加工。我想请问一下，自己有在做柠檬加工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吗？其实看起来不少哎。那到底这个柠檬加工这个东西，大家其实都在说，黑贡老它这个柠檬拿来做过处理过，还有它可以变成一项新的产品，我可以把它提升价值，可能价格可以提个2、3倍，或者是甚至更高的价格。那这样子是不是说，汉英百每到夏天我们农产品太多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就把它拿来做大量的加工？这样农民们不是想讲，我压中连本钱都没，我就不用你给，不用我田荒跌都给，让它掉在那里，让它自生自灭就好了。反正我去摘也没有成本，也没有人工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从竹田产销班他们加工的实力是怎么样。8點除透機，竹田高速산저班第16班的起班長，同啲農務員如何拍出嘅。古天的時間還會打開噴水泥土來淋yen嚟杜紅嘅檸檬樹。因為這個花好。3年前，起班長開始用友善土地嘅方式來種檸檬，佢還帶定南澳一般嘅班葉，向下來做安全管控，為了確保檸檬嘅品質。我們班裡面就是從那個共同採購這個病蟲害防治的資材，由我還有幾個班員在管控，什麼時候可以做防治資材，一定要達到安全期。要採收的時候一定要送檢驗。做好身體調節，行過檸檬園嘅管理，起班長同班員嘅檸檬行出自家一條路。是講搶買檸檬天速唔拉，加到當初前嘅拓展銷售嘅點，行過賣嘢方式。唔但將有成機公司同加到協作，加到未開發出一道檸檬嘅加工品。把貴大嘅檸檬用啲機器杜好，切到泡泡嘅，再個攞佢推走來做檸檬片。另外一種檸檬乾，係會攞切好嘅檸檬先滷1禮拜，再個攞佢推走。也當中還會見佢攞嘅落拉拉嘅，也嘅檸檬乾會行較好食。就意思同不卡爾強心來做一項事情，經過包裝設計，起班種嘅檸檬韓國檸檬加工品，同樣當數方樣。大隻嘅時陣，我是要賣青果啦。但是青果吼，伊迄個市面上較無遐個，我講要做檸檬乾，檸檬乾做的嘛是袂歹，比青果佫較有人買的對。我就會鼓勵我們班員裡面漸漸加入這個行列，慢慢可以開發這個新產品，每個人就靠自己的 DIY 也是靠自己的智商去做一些開發更多的這個副產品呢。現在啲竹田鄉有71%嘅田丘都係種檳榔，天天大家見來見從事水土保持，檳榔產業未見來見沒落嘅，也地方農民想要俾竹田嘅農業尋到新嘅發展。我們竹田也沒什麼特產啦，現在就以檸檬也種那麼多100多甲了，當然可以以檸檬為主體來推廣。如果可以的，我們可以也是想往生技方面來去發展。可是那個投資又可能比較多一點，我們就沒有辦法那麼容易就入門啦。就算竹田鄉種嘅檸檬掌握100公頃，並唔係清白嘅蔬菜，一檔農民本來係種檳榔，也係專種檸檬，就會希望對土地行較友善，未希望竹田嘅條件保有未來。
今日来到鸦片啊，有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柠檬的鲜果。按呢，规川呢，看起来一响应啊，只是这个柠檬因为是的冻酸，故说讲它不能当成一个主角来饮食，它其实能够当成配料啊，或者是说我们泡成柠檬水，这是最普遍的。啊，不过刚刚没有讲到，其实加工产品我们可以做成柠檬的薄片跟柠檬干，压一般黑公波卡饮有塑头棒没？我有这样子天然的日光照射之下，我就可以达成的。不过我们看到这后面比较进阶的产品。这就是可能是需要有外面的力量来进来了。那刚刚看到的那竹田的例子，其实今天那竹田散手把人班仲他也来到现场哦。许班长，我想要同你呛高一下，跟你请教一下，我们班员有办法像你一样，每个人都做这样子的加工吗？做这个加工需要有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因为你生产期的时候那个量也是很多了，啊，做加工是这少部分了。所以尽量这个还是做一些那个那个产销班呢，还有是合作社，我们尽量找这个气作的那个方向呢。气作的方向呢有一个好处，就是班员呢愿意参加的人参加这个气作，由科技公司来协助我们这个收购这个柠檬在收购前呢。我们都是要先有安全管控，就是你要采收前，就是要去检验通过的话，才能采收。这个在生产端的他们那个收购的单位呢，也比较有那个安全的管控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呢，像这个金利猴，他今年就跟我们那个做气作他们生产的东西够安全，我们达到 ND 的等级，可以行销世界。所以就可以把这个柠檬呢这个销量呢销到那个全世界去，这样可能这个柠檬呢可能才不在于在那个滞销，就这样。我想要请教现场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如果我自己做加工的话，我的销售通路是在哪里？目前我们的话呢，我们是跟网络平台一起合作。那我们就是把一些我们像我们生产的产品，大概就是柠檬醋、那柠檬干、柠檬片、泡茶的。对，那我们现在目前就生产这些产品，然后直接跟平台合作的话，我们就是让平台去代为我们做管理，因为农民其实很忙，那我们要自己做加工的话，可能在销售的部分上，可能那些客服的部分，我们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跟他们接洽。对，那我们部分就是都是由网络，然后或者是一部分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那目前我们就是以小农的部分，我们就是用小农的规模来销售这样子，对，好，谢谢，谢谢。多谢农民朋友给同我们分享，他因为是个体户，所以用他自己的能力所及来去做。刚刚许班长讲到，他自己做加工，他也有生技公司同期的合作。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就是相关的代表来到现场，我们可以实际大概有个比较，是说我们鲜果的价格跟做成生技产品的价格翻倍，到底是翻几倍？譬如一斤柠檬，我们这是商业机密。我们直接讲个价格来说，我们一斤柠檬的价格跟我们做成产品，可能产品一盒200-300。不止哦，不止。那好，我们如果以1斤10块钱来算的话，那这样整个1斤的柠檬来去做，当然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这样子至少价格10倍以上吗？肯定啊，肯定。我们那一小盒目前标多少？1680块。那这个价格，对我们那个还有最高等级的，那大家都抢不到货。目前来讲，我们抢不到货的，那就一盒到3000块，在大陆上面都要用预购的方式，因为每一次出一个货柜过去就会被抢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未来啦哈，尤其是。水果有保存的期限，那如果做成这些生技产品的话，第一，它对人体的帮助很高，因为我们平常也不错，对，然后又可以放3年左右，好，那所以其实是对我们比较有保障，就是说多的时候我们收多一点，那少的时候大家就互相帮忙一下。 OK， 好，谢谢，谢谢。
多请验沙同文讲到的哦。而大家向前来看到头摆我们的柠檬，可能只做在拿了切到泡泡的，我就拿了面的5个红，就是当成一个配料的方式来做。加工的方式以前也相对传统，就是可能把它榨成汁，然后做成柠檬干、柠檬片。可是刚刚有生技公司的代表来到现场 ，Andy 雷梦没按简单，它有很多的附加价值。我们把它现在除了大家鲜食的观念提升之后，还有我们因为历经的食安风暴、塑化剂之后等等，其实大家养生的观念逐渐的建立起来以后，做的看到刚刚业者有说到有一个叫做柠檬多酚，然后接下来有很多的，譬如说是精油啊、沐浴用品啊、洗洁剂，这可能都是之后我们柠檬的商机。不要看它小小一颗，它其实有很大的市场在。不过我就来强调一下，讲到按照雷梦按后的素材，不过我们如果做出来要卖到哪里去啊？销售通路有吗？农民朋友们，你们有这样的顾虑吗？那如果说我现在尝试要做，那我要卖到哪里去？有这样子问题的朋友们，可以举个手吗？我担心啊，我担心就是销售的问题啊，因为我做出来以后，我不知道怎么行销。我很会做，我什么都会做。你做了什么？我做的产品有那些都是。全部都有，对对，你看到那些都有。看得到的你都会做。对对对，我现在也有做一些出来了，有成品了。可是啊，就是没办法销售出去。所以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你有去找过人协助吗？没有，有啦，也是有啦，也是网路啊，自己乱搞啊，就是不会。成效怎么样？就是销不出去。哦，好，谢谢你，谢谢。其实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合作社不仅在帮农民收购之外，我们要怎么帮他销？农民们这边有什么问题，其实跟合作社这边要做互动。那其实我们之前93年的时候，那时候有透过农委会这边有组一个台湾柠檬的产业策略联盟，其实那时候对整个产业的推广，我觉得还有蛮大的注意。那像现在就是这个策略联盟已经不在了，那现在柠檬的价格又不好了，我是一直希望说，如果能够启动这个机制，然后有一个窗口，然后对行销的部分，所有的农民都可以透过农会、透过产销班、透过合作社来跟这个策略联盟这样子，整个大家一致对外，这样整个效果会更好。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像今年就是流感很严重啊，可是我们都没有去做推广，说啊多喝柠檬、热柠檬、温柠檬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在推广的部分，希望就是不要在价格已经不好的时候才启动，而是在快要接近了就是盛产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地大家都知道说盛产是什么时候，可是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他们常常打电话来，那时候一斤好几百块的时候，也在跟我讲要做柠檬醋。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啊，什么时间是可以做柠檬醋，什么时间可以喝新鲜的柠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加工的商品。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都可以再做一个算广告吧。那最后我就想要请教一下，现场还有没有农民朋友们、乡亲朋友，针对今日讲到雷蒙的产业应用的老去进了进发展去了，还有人有意见想要反映的吗？最后我是希望说呼吁说，我们的农友今天。恁搁要去做生产，搁要去做加工，恁要哪卖？恁要加工的时阵，恁的机械设备够符合咱的经济部的规范，这拢是咱爱考虑的一点。因为咱唔是生技公司，咱唔是大厂，咱唔是食品厂，所以讲，我是认为讲，咱的农民做好咱的生产管理，把咱园地的管理、安全的管理做好，这是咱农民上大的工课。好，谢谢。谢谢。刚刚哈作沙他最后给我们提供意见还是安全用药。其实，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厂长来跟我们讲一下好了。刚刚我们整个古业节目当中讨论下来，其实安全用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论你是要怎么行销，你再怎么大力的行销，可是你的产品拿出去不安全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一败涂地了。那厂长最后给我们现场的农民一些建议好不好？所以我在这边最后就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这个农友哈，你若有任何不管是这个整枝修剪，不管是合理化施肥，不管是病虫害的经济安全防治，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改良场的技术人员保持联络，这样就可以生产好的柠檬。好，谢谢厂长，谢谢，谢谢。讲到最后，规个内蒙产业讲到的，
驾驶位唔好善良态，不过善良态要稳定，安尼驾驶，第一我们就要注重到安全的品质。差不多2天的啦吼，2天正经讲就是我们的绿金产业要遇到新态嘅挑战的开始。相信今日节目当中，对产销方面、还有加工方面同行销方面，为大家来一类来解决问题。希望讲今年哦，至少讲驾驶会较稳定，农民唔会寸磨本钱。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看。